拖板寫住13A 同埋250V。嗱，我知道係唔好插太多啦，但係其實佢講啲咩我又唔明喎。哦，咁啊，就等我教下你哋一啲基本嘅電嘅知識啦。好啊，師傅。如果想判斷拖板夠唔夠用，其實由電壓、電流同電阻講起，唔係好深，幾個概念就搞清楚就安全好多啦。電流可以想像成水流，電壓就好似推水嘅水壓，水壓越高，水就推得越快。相同地，電壓越高，喺同樣電阻之下，電流就越大。而電阻就好似喉管入邊嘅阻力，喉管越窄，水就流得越少；電阻越大，電流就流得越少。呢條就係歐姆定律，電壓 V 等於電流 I 乘以電阻 R。如果電壓不變，電阻變大，電流就會變細。調翻轉頭，電阻變細，電流就變大，電線就可能過熱啦。插頭一般有3條線，火線 L 將電送去俾電器用，中線 N 俾電流返嚟，形成一個回路。地線 E 係避免漏電時電流接觸到人體。嗱，你哋頭先所問嘅問題，就話一個拖板可以插幾多件電器，其實呢個咧就係用翻電器嘅電功率去計算嘅。通常一個拖板會標示咗佢係可以用到幾多 A 同埋幾大電壓嘅，所以每一次你用插個電器落去嗰時咧，就用翻個電功率去計算可以插到幾多件就得㗎啦。電流大約等於功率除電壓，香港家用電壓大約係220伏。假設一部2200W 電水煲，所需電流就大約等於2200除220，約等於10安培。拖板標示最大13A，單一部水煲已經用咗接近10A，再插多幾部大功率電器，一齊開就容易超標，拖板同電線會過熱或者燒毀。所以學識基本原理，用起電嚟就更加安全啦。咁就唔使次次亂咁插揾命搏。同埋之後學維修，之後條線燒咗，起碼都知道可能係電流太大，唔使淨係講壞咗咁簡單啦。冇錯，維修唔係淨係單係換零件，而且係明白電點樣走，點解會出問題，學識電流同電壓，用起電家電上嚟就會更加安全啦。